有台湾最美欧巴桑之称的，虽已满62岁，但冻龄脸蛋和惹火低奶身材让她看起来根本只有38岁。但陈美凤今31日在脸书发文，自曝身体出状况，亮起红灯。陈美凤在脸书透露，昨天一整天眼睛都不舒服，广告定妆后去参加有人尾牙，现场超热闹，也几乎人人都有奖，很多人都拿到现金大奖，但全场只有她一直用纸巾擦眼泪。不知情的人会以为她太感动，但其实是她眼睛畏光，看了医生才知道是眼睛过敏，也让她只能说要少看手机和追剧。不过陈美凤最后也透露，今天眼睛的状况已经有稍微好一点了，为了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，也开始替家里进行一些年节布置。不少担心陈美凤的粉丝，还是纷纷在底下留言好好休息哦，眼睛要好好保护，不要用眼过度，保重身体，早日康复。第一。